陶起生来关心中华有15万粒鸡卵验出农药芬普尼，食药署下令管制，要求全面落架。不过，所也有4万粒卵未去台中，检方即马已经咧调查，也卫福部嘛要求台中市府着爱查明原因。位伫台中市五车区的龙中两行，甲业务做生意，有民众早起摕规段箱的卵要来退货，却是无开门。嘿啦，我是讲快退的话啦，本来伊若歹，我退我300块尔，我就定个打咧田的就好了，我有咧种菜啊。彰化县鼻头乡蒙雅跳步场的鸡卵，昨月初4被验出芬普尼了后，过两天鸡卵移动管制，也要全面回收，袂使卖。却是伫车购甲鸡卵卖互两中两行，到底是多一个所在出问题？军检方已经介入调查。本署也会一并了解这个过程，厘清是否有相关的责任。根据食药署掌握，两中两行车购向蒙雅跳步场卖200拿，大约是4万粒的鸡卵，总干回收38拿，其他是32000外粒的鸡卵，已经卖互线客加小型的餐饮店加早餐店。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元标讲，卫福部伫初10宣布，蒙雅跳步场的卵全面有风险回收。台中市府迄天到两中两行应该爱回收这个蒙雅跳步场的卵，临时抽验，嘛应该爱调查是不是违反食安法。全部文雅畜牧场的蛋都应该要下架。照理说，每一个下游都会接到这个讯息，你就应该全部下架了，不应该在11月10号之后，你还会有上架的蛋，然后还要等待卫生单位来给你做稽查、做抽验，不应该是这样子。叶元标讲，初八下晡确实有通知蒙雅跳步场会使解除移动管制，也毋过伊讲，毋是讲解除这个移动管制就使来卖。也来卫福部长赵崇良是讲，已经要求台中市卫生局查明原因，以及也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查明。那么为什么在已经宣布呢？这个全部下架，或者是新的这个有问题的农场出来的蛋都不准上架的情况之下，还会有这个情况发生，那么来厘清责任。卫福部长赵崇良也讲，所来扩大查验，来确保相关状况袂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